敬德性格是美丽尊贵的性命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真欢喜伫上帝的听的内底三主节，盼望伫今仔这个礼拜中间所听遐的姊妹，拢得到上帝你所享受的这份的礼物。人拢爱穿水衫，恁讲对毋对？啊，穿水衫的时会感觉安怎？快乐。哦，迄领衫有当时互你感觉穿了轻松，嘛互你感觉穿了有一种尊贵。那像行路有风。今仔日咱要甲上帝讨一领衫，这个衫的名叫做圣洁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通过圣神甲主耶稣的帮助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有一个真特别的气质，这领属灵的衫，要互咱活伫这个世间，真侪真侪人欣赏，也吸引人来敬拜上帝。咱为着这种的礼物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当主接伫你的圣殿，因为你的圣殿是神圣，你的圣殿是你充满、你掌管的所在。阮进入你的圣殿，阮将阮的心向你拍开，求主耶稣你来到阮中间，将你的阳光放伫阮的内底，将你万项的好赏赐互阮兄弟姊妹。阮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来领受一个对体力来的快乐，就是圣神的灵降临，阮的生命就得到祝福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甲阮三甲地地。主啊，今仔日这个功课，毋是用听就会晓，这个功课需要有你家己亲自的充满，因为圣洁的画面毋是道理，圣洁的画面就是你家己神圣的画面。求主你甲阮同在，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所有性命。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来思考一个真困难的功课，就是过圣洁的生活。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，但是真困难。所听的姊妹，你敢愿意做真实的基督徒？今仔圣经讲，时间若到，真实敬拜的人，要用灵、要用神、用诚实来敬拜伊。所以今仔圣经咧问咱家己，嘛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我伫教会这段出入的时间中间，我的生命敢有受改变？我敢有得到帮助祝福？互我的想法改变？互我的习惯改变？互我的整个生命的气质改变？咱讲圣神若来，迄个所在就得自由；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主耶稣有进入咱的人生，咱的画面。咱的生命中，我咱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无爱搁做一个听拢听无，无法度享受一个伫你内底迄种的新的画面的基督徒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回应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求就互咱甲主祷讲，主求你帮助我。圣洁的功课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，但是伊真重要。现在你感觉洁身自爱容易吗？你免甲我点头，免甲我回应，但是牧师伫开始时要问咱一个，伫人生中间咱所拄着足实在的困难，洁身自爱容易吗？很难，对吧？有时咱明明知影道理，但是咱要保守咱的生命，真做一个活伫主的圣洁的内底的人真困难。除了圣神甲咱同在，无人会通真正完全。无拄到迄个诱惑，无拄到迄个困难，所以洁身自爱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。但是洁身自爱是一个足细腻的人内在的这个人，这个内在的人，跟我外在的人，加做一个一体。洁身自爱的能力不是靠着人，嘛是因为你认真读圣经，背足在圣经在，你就自然而然有能力通洁身自爱。上帝圣神。来甲咱同在，咱要享受洁身自爱的快乐。咱有一日要发现讲，哇，原来洁身自爱不是遐尼困难，原来洁身自爱是遐尼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一个圣洁的神，伊若伫咱的画面中间，你不洁身自爱也难呐。然后一个看见一个真有曾经享受过很尊贵的幸福的人，他就不愿再当小丑。你想看嘛？这句话。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若捌做过真尊贵的事，
你嘛捌坐过一个真尊贵的地位。你经历了迄种的生命了后，你就从来你就不再愿意扮演小丑，因为那个小丑是一个虚假，可有可无，无轻无重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我要做一个尊贵的人。今仔牧师用这个题目问我，虽然有当时我听有，但是我听无，但是无论听有听无，主求你，互我明白，什么叫做生活伫圣洁内底的欢喜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伫咧准备的过程中，我读到一个牧师的日记，伊伫个日记中间咧讲起属灵的活命的人。伊讲一个真正灵性啦、成熟的人，伊袂问讲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，而是问我应不应该做这件事情。这句话真好像一听就懂，但是你也注意个想，其实不容易懂。可不可以有灰色地带？可不可以若无人讲，叫者不误？可不可以是外在？该不该是内在？内在意思就是，我的心内有一把尺，我的心内有这样的主张，我该不该这么做？我的爸爸，我敢会当互我的爸爸闹开？我是我的爸爸的宝贝囝，宝贝查某囝，我是天父上帝的囝子，不是可不可以，而是我已经有一个新的无同款的身份。今仔圣经跟咱讲，恁着归乎我，真做祭司的国，圣洁的国民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对圣经头到圣经尾，真侪所在咱拢讲起，咱是属于上帝圣洁的国民。各有伊讲，恁就是祭司的国。祭司的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上帝互咱活伫这个世间，祭司是一个做见证的团体。祭司是一个活伫这个世间，让世间人来证明讲，对打了后，这群人，这几个人，伊过去甲阮做伙大汉。但是忽然有一日，伊改变了。伊真侪光明的囝子，因为去信耶稣，伊有上帝做囝，伫个人生中间改变无共款。这个人叫做祭司的国，祭司就是做见证的意思。祭司另外一个意思就是，真做一条路。祭司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桥啦，造桥者就是一条桥，铺桥造路，互人行到上帝的所在。所以，咱是祭司的国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人踏伫咱的身躯顶悬，不是甲咱吞踏；人坐伫咱的肩胛头，因就看到真至关的所在有阳光的画面，就亲像囡仔坐伫爸爸妈妈的肩胛头，但是伊看会当看较远，因为伫群众的路中间咧看闹热，无就是电子花车3种的闹热，这个囡仔看袂到，但是父母的肩胛头互伊坐，这个囡仔就看到真水的花车。伫迪士尼的花车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对你讲话，互你对今仔日开始，你对人生的主张无共款。以前你问可不可以，今仔日开始你问讲，我应不应该？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。圣洁这个字伫圣经内底一个足要紧的意义，无论旧约、新约，但是牧师会去解说一摆。圣洁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简单来讲，咱常常伫教会内底，咱就听一句成语叫做“分别为圣”，恁会记无？分别为圣的意思是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的生命是无共款的；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的家族是无共款的。就亲像我顶礼拜甲人分享讲，我的阿祖讲：“爸爸，咱若要信，咱要信真的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的家族无共款，是分别出来，伫这个世间有所无共款。”圣洁这个字伫旧约叫做哈基卡多斯卡多斯，伫圣经新约叫做哈基斯。这两个字的意思拢是分别做圣。第二是互上帝充满，是圣洁是神圣的，就是这两个意思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听耶稣所讲的话，时间若到，人就要敬拜上帝。迄个真实敬拜上帝。要用伊的灵，用伊的心，用诚实来敬拜上帝。我今仔这个礼拜，兄弟姊妹拢受邀请，咱安静问咱家己讲：我敢愿意学习做真实的基督徒？
我不爱做有名无实的基督徒，我不爱做好亲像表面上我是一个有做礼拜习惯的人，但是伫我的内面无迄种享受做基督徒的欢喜、自由甲快乐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将这个圣洁的灵放伫咱的内底。圣洁的精神，当一个人伊的生命，那时时刻刻知影讲，伊是属于上帝的囝儿，伊是一个分别出来，伊是耶稣用伊家己宝血洗清去，伊是一个耶稣用真宝贝的方法，就是为着咱来死伫十字架顶悬，遐尼大的代志，那安尼我的人生敢通凊彩嘛？所以当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疼，伊就有一个新的态度，伊要选择过上帝所欢喜的人生，伊要选择迄个邪恶。拄则我讲，一个人若坐过迄个真尊贵的位，伊就不愿意再扮演小丑。这句话毋是凊彩讲，咱伫人生中间真多时阵，咱是扮小丑跟大丑。咱真多时阵，咱所表现出来，连咱家己都感觉讲。真奇怪，我头拄仔开讲这个话，真奇怪，我头拄仔开做这个动作，真奇怪，谁人我开会伫这个时阵安尼做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若有一个真尊贵的爸爸妈妈，你会举手投足，拢会无共款，你同意吗？也在咱做基督徒，真正会无共款，因为咱伫上帝荣耀的内底，你若真正看过荣耀的上帝。你的生命就会觉得，我应该是一个尊贵的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享受一个上帝伊充满伫咱的内底，互咱知影讲，我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，我不是可有可无的人，我是一个上帝特别创造，我是为上帝来活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咱，不但祝福你，嘛祝福你的囡仔。互咱真做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互咱选择上帝的尊贵，毋是因为咱有能力当尊贵，是因为迄个圣洁的上帝若进入你的人生，这个圣洁的上帝若进入你的家庭，你的家庭要全然无共款，咱叫做脱胎换骨。圣经讲，伊就真做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拢真过去。我伫我的人生中间无爱去做迄种小丑，我若好亲像我无讲一句语不惊人啊，讲迄种足笑亏的话，好亲像我都无存在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今仔日的圣经的话解说互咱听，咱来听这句话。这句话伫真侪所在，无论出来记、利未记、申命记，伫摩西五经内底拢有讲伫，伊讲恁爱归伫上帝。意思就是讲，阮信上帝了后，我们就皈依。阮的心思意念，阮的命运，阮的前途，阮家己本身的存在，阮的行为，阮的价值，拢为归于上帝。这叫做分别做圣。所以圣经中间教以色列人一个最要紧的行为，就是初熟的果子，第一水拄结的果子，上好的挑上帝。初生的囝，初生的羊。初生羊仔囝，初生的拢归伫上帝分别做圣。以色列人是伫这种的精神的内底，行过4000年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因永远是安尼。伊讲恁是祭司的国，祭司的国，这个国伫旧约就讲起上帝国、天国。上帝的国就是天国。上帝国的意思就是讲，上帝临在的所在，你伫迄个国家，你就属于迄个国民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有一个身份，毋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哪定？咱今仔日有一个身份，是要带到天边海角。无论你去到什么所在，你若信耶稣了后，你拢是基督徒。你进入任何一间教会，无论是天主教、基督教，那是发上帝属于上帝、属于耶稣的，你入去。迄个所在就是上帝的国。这礼拜上大的新闻就是天主教的教宗伊过往，全世界上世的国家叫做梵蒂冈，伊依附伫意大利罗马这个国家的内底。梵蒂冈真正都无亲像咱这个头德堂乡遮尔大，
梵蒂冈是一个足小的国家，但是用这个梵蒂冈作为生命的国度的祭司的人，超过10亿的人口，因自称为天主教徒。因对耶稣基督的初代教会一直到今日，这个国无改名，这个教会无改名，因有一个名叫做 Catholic Church。Catholic 是对这个圣经希腊语跟拉丁语来，伊的意思是圣而共同，圣洁个共同，因叫做大公，咱翻做中文叫做大公教会。后来甲亚洲跟中国共翻做天主教徒，天主教，其实伊原本的名就是讲共同圣洁的教会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就是这个祭司的国度，是圣洁的国民。今日圣经就是安尼甲咱讲，兄弟姊妹。愿咱尊上帝最大，咱伫遮一生为基督徒，终身为基督徒，好不好？一日告白你的信仰，你就是终身的基督徒。我生我死，我拢属耶稣基督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耶稣甲你讲，我要将一份荣耀的活命赏赐你。对今仔日你要甲我同到天国，你要穿一件新的衫。是一个用圣洁的活命所编织起来的衫，所以今日牧师互咱的题目是一个鼓励，圣洁是一个美丽尊贵的活命。咱来决志过一个死者，圣洁不是道德行为那点，不是，圣洁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圣洁就是分别出来，就是圣道甲世俗人是无同款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这群人是敬拜上帝，所以今仔日约翰福音4章23节24节，伊讲那是真实的基督徒，因敬拜上帝是真正的灵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诚实来敬拜伊。用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兄弟姊妹，你的心神，伫你的心内有一个灵踮伫你的内底。咱来到这个世界，上帝将一份伊的灵放伫咱的内底。人活是一口气，迄口气较要紧，不是空气；迄口气较要紧，是上帝的圣心、思想、情绪、感情。这个就是神。亲爱的姊妹，有咱来敬拜上帝，你的心爱来。你若进入礼拜堂，你的心无伫遮，你的敬拜。空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每一摆你做礼拜的时，你甲上帝很真实、很强烈、很慈爱、很甘甜。上帝的灵对你讲话，愿咱享受礼拜，愿咱享受做上帝的子子，用心神、用诚实来敬拜伊。无人会当过，拄则我甲咱讲的，无人会当过一个迄种。洁身自爱的生命，保罗嘛安尼讲：我立志行善，由得我；但是行出来，却不一定由得我。兄弟姊妹，不是咱较有这种困扰呢，连遐人敬畏上帝的速度，因嘛有这种的能力，因为人有情欲，人有欲望，人有情绪，人爱受外面的环境影响。有当时环境无舒适，咱马上就避免受气。有当时人若对咱讲话无礼貌，咱马上面落来，甚至安那歹声少甲人讲话。人有情绪，迄叫做魂。人的魂就是七情六欲。人有这种的魂，人有这种的思想。但是若有一个真平静、真尊贵、真丰盛、真荣耀的灵进入咱的内底，迄个灵。会遮盖咱的魂，迄个灵会安抚咱的魂。上帝的灵若甲咱相合伫地，咱的魂、咱的情绪就无容易破病，无容易搞操烦，无容易受气。两个会当帮助咱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听；第二就是耶稣基督的圣心。洗礼的意思就是甲耶稣讲：耶稣，我需要你的听。洗礼意思就是甲耶稣讲：我需要你的圣心来帮助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无人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，但是咱也会晓祈祷。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信，我要，我愿意。
但是我做不来。上帝要跟你抱来讲，孩子不要担心，你做不来的事情，我来做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来享受。上帝在你的人生中间做你的天父，上帝在你的生命中间圣神在你的内底做你的帮助。今仔日我要跟咱讲3个功课，望咱放伫心内，真做你的帮助。圣洁是基督徒生命的记号。这个教会伫这当中，互人风评安怎？这个教会是圣洁的吗？兄弟姊妹，外面的人咧看教会是有高的标准，甲外面的社会有无同款的。恁讲是毋是？有当时基督徒若做了较超过一寡夸张的行为，伊会甲你问讲：兄弟啊，恁基督徒敢袂使安尼？恁捌听过这种你的朋友甲你吐槽这种话无？你较会当我吐槽，你甲我差不多啊，无同款。因为当伊知影你是基督徒了，伊开始用无同款的想法来款待你。现在你看德堂教会，看德堂教会，真侪心意种。捌有一届拜三营暗的祈祷会，愚人节无得要会记的。你行出去了，你看到一个人行伫外口，徛伫奥多麦外口，你甲面镜遐行出去，你邀请伊入来做礼拜，你敢袂要记迄个人甲你讲？伊拄对家学出来，即摆有家归不回。伊伫西里大迄个落水溪下面咧洗卡拉机，咧做洗刷石啊！我会记得愚人节甲我分享讲，伊即摆甲我讲，牧师外面有一个人，我邀请伊即摆，伊甲我讲，他不配，因为伊知影教会是圣洁的。愚人节迄阵，我无甲你回应一句话，我甲上帝讲：我宁可主堂教会不要圣洁，我宁可主堂教会不要圣洁到让别人不敢进来。我的意思不是叫恁清清菜菜不要圣洁，不是的意思。一个教会若敢若表面圣洁，互人唔敢入来，安尼教会要安怎成做一个救恩的所在？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教会甲基督徒。自从你讲 Yes I do， 主啊，我愿意，洗礼迄个时阵开始，你就是上帝的记号，你同意吗？你愿意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互人看到，上帝互你来到这个世间中间所要发的、所要表明的，伊甲你创造画面的记号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想看卖，圣徒跟世俗的世俗人。圣道甲世俗人有啥物无共款？恁敢捌想过这个问题？你选择是咪？圣道毋是因为咱有真高超的道德能力标准，毋是，是因为耶稣的圣洁伫咱的内底，毋是咱有能力叫做圣道，是耶稣将伊的完全。伊讲：恁爱亲像恁的爸是完全的，恁的爸是圣洁的。所以，恁来亲像恁的天父上帝的完全，亲像恁天父上帝的圣洁。耶稣讲这句话，伊知影世间无一个人是完全，但是伊的意思是，当这个天父上帝若踮伫恁的人生中间，咱拢要完全。兄弟姊妹，咱虽然无完全，但是咱有一个祝福，是可以追求完美的生命。你愿意吗？咱对今仔日开始，咱甲上帝讲：我称做圣徒，不是因为我的好所行，我不配。我称做圣徒，是因为我相信耶稣了后，耶稣的圣，那亲像做一个迷糊，甲刻一个印啊。耶稣的十字架就盖在我的身上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教会，牧师若咧甲咱祝福的时候，牧师真爱甲你抹油，有无？牧师每一次为你们抹油祷告的时候，都会画一个什么十字架？那是一个动作尔吗？不是，那是一个祷告，那是一个确信。当我安尼领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时，耶稣的十字架就叫做能力的代表。无论我行到什么所在，黑暗的关系袂当侵犯我。
我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。所听的姊妹会记得，真正敬拜天父上帝，人爱用神用诚实来敬拜伊。神是指人内底灵，诚实的原文叫做 emet。昨你若参加查经班，你就知影牧师都昨有解说一个字，叫做真理。真理与生命，真理这个字，就是甲阿门同字。真理这个字，就是阿门的字根。阿门的意思就是 emet， 因为对旧约的翻译过来，所以诚实的敬拜上帝的意思就是用真理、用诚实、用信息的心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。愿天父上帝感动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已经有几啊摆邀请咱，你敢愿意做真实的基督徒？愿意对主耶稣讲，主耶稣我愿意，不是因为牧师问我，是因为牧师今仔甲我吐一个，忽然我知影讲 ，yes， 这是我的选择，无人勉强我。我要伫天父上帝伫主耶稣基督的听的中间，甲我生的落位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圣洁。恁就爱圣洁，因为恁的天父上帝是圣洁的上帝。这是上帝甲摩西讲的话。后来以色列人听1000年、2000年，听不了解，做不出来。所以到主耶稣佫讲一届，恁就圣洁，过圣洁的生活。过圣洁的生活，不是讲过一个道德伦理的生活尔定。做圣洁的生活意思就是，伫这个世间甲人无同款。圣经讲是，你讲是；圣经讲不是，你讲不是。不再是可不可以，而是应该或不应该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们追求圣洁。今仔日的金句，你们要追求圣洁。非圣洁，没有人能见主面。亲爱的姊妹，要啉清气的水，爱摕清气的杯仔来啉。人若无圣洁的心，就无圣洁的目睭，人就看无上帝。也这句话是真实。一个人内心若无清气、无正直，真欢喜今仔日的圣歌队为咱吟这条基督的诗歌。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。定心有正直的心，主求你帮助我，兄弟姊妹，若无清气的心，就看无清气上帝圣洁的画面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恁拢看见上帝的荣耀。兄弟姊妹，虽然我一生到今仔日67年，毋捌亲目睭看见上帝家己的荣耀，但是上帝，我看过一寡真正直的基督徒。真实在的基督徒，伫因的身躯顶讲，我看见所有圣经中间讲上帝记号，伫我做的时代中辈的脚迹，因的背影，我看到一种生命叫做圣洁。做者我细汉的时阵，从我大汉遐老长老，因的正直，因的敬虔，因的到在做代志的谦卑。我虽然毋捌看过上帝，但是伫因的背影，我看到上帝的荣耀。我为咱祈祷，一个看见上帝家己荣光的人，你就不会愿意在人生当中当小丑。让你这个，咱若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咱就袂自卑感，咱就会袂感觉讲我是一个不重要的人。你会感觉，主啊，互我更较济。互我更较济，愈来愈亲像你，你的阳光伫我的内底。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开你的囡仔的目睭，互咱的家族注目看耶稣。第二，兄弟姊妹，你捌想过，当一个人看见上帝圣洁，伊会受伊的吸引吗？兄弟姊妹，你为什么要来做礼拜？你为什么？今仔日选择坐伫这个所在，兄弟姊妹，当一个人互上帝阳光吸引的时候，伊一定会讲一句话：我要向前去，看看怎么一回事。
这句话什么人讲的？摩西。摩西行伫山头顶悬，伫西奈山上，伊看到燃烧的荆棘，伫迄个导火气皮中间，伊讲：较有这种的代志，我要来看卖，看去上帝荣耀。这礼拜有一个想象袂到的人客，伊的名叫林青田，阿芬甲阿关的老师，竹塘国中的老师。伊今仔这礼拜摕一本册。行一摆礼拜长，伊讲我昨下昼来，我甲你试电铃，你拢无甲我开门。我讲你试对一粒？伊讲试迄边迄粒。我讲迄粒无咧用，因为迄粒已经加电线，有一个咧电铃，但是无电线。你以后你就来你试这边这粒。伊甲我讲，我顶礼拜同学会，伫我同学会内底有一个我的同学，伊的名叫做当归。我知影迄粒当归是对一粒，因为阮学长内底有一个牧师叫做冬天的当丛林牧师，伊的绰号我拢叫伊当归。伊讲当归交代我摕一本册互你读，因为这个牧师伊出第2本的讲道集，伊听到讲这个林青田老师住伫德堂。又伫德堂教会，林青田老师真少甲咱做礼拜，但是我相信伊的心伫咱中间，因为真侪人咧甲伊引带。伊就甲即个当归牧师讲，德堂教会偌赞诶，偌赞诶，你都毋定定来，伊甲即个当归牧师甲伊讲，德堂教会，兄弟姊妹，当一个人啦看见上帝荣耀了后。世间无搁再看到迄个歹的物件，我们会忍受不了，你同意吗？一个有审美观念的人，伊若看到一歹的物件拢无那个瞧一个，若无个肩挑一比，若无个盖一个，拢会感觉讲这个美丽是不足的。咱看过真水的人，咱就知影什么是丑。有时候甚至我们会不允许丑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宽容的心，愿天父上帝赏赐咱有判断、欣赏上帝荣耀的自主力。一个看见上帝荣耀的人，他会自惭形秽。伫我安静咧准备今仔日甲恁分享这个信息的中间，忽然有一个字走出来，伊叫做自惭形秽。主啊，我是一个真粗俗的人，我何德何能？我袂堪得，徛伫你的礼拜堂这个讲台顶悬。所以我是一个真平凡的人，我何德何能？互我的主耶稣为着我钉伫十字架顶悬。现在这句话是安尼意思。当咱嘛认捌耶稣了后，你会知影讲，我不配，我不配。遮尔大的礼物，遮尔艰难的听。这里荣耀的画面，但是在不配的中间，你会感觉到渴望。你会感觉讲，主啊，这是我一生中间上该爱的。就在这个时刻，你若无赏赐我就唔帮你离开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上帝亲自恩恁显现，伊会恩摩西显现，摩西显现。虽然伊无恩我显现。但是，伊伫真侪人的背影中间，恩我显现。亲爱的姊妹，愿这个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无一个人例外，好无？愿上帝互恁的囡仔有眼光，伊要选择耶稣，选择上帝，做一生活命的主。所听的姊妹，不要逃离耶稣，不要觉得不配。你会甲伊讲，我虽然不配，但是我一生要跟对你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人生，去看看吧，来看看吧，向前来亲近这个上帝。求天父上帝，恁的人生中间每一摆做礼拜，拢是带着期待。伫这礼拜中间，我要听见牧师无讲的话；伫这礼拜中间，我要感受到牧师无做的代志。
伫这礼拜中间，我看见迄个伫十字架顶悬已经无伫遐的耶稣，伊要活伫我的生命中。有真侪人无人帮衬，有真侪人真单独孤单，坐伫礼拜堂的中间。有迄个欧洲有真侪迄个几啊百年的礼拜堂，有人入去坐咧，无神父，伊静静坐伫迄个礼拜堂的中间。十字架，耶稣的受苦像。彩绘玻璃，这个人坐伫遐静静。所听的姊妹，当一个人若有够业安静，伫伊生命中要发生这样代志，伊叫做蓦然发现。蓦然发现的时候，或者伊的意思是忽然发现，伫这礼拜堂的中间无有任何人，但是伊忽然发现。上帝的灵坐伫伊的边啊！亲爱的姊妹，愿你伫你的生命中间有这种的经历，这个上帝亲自来到你的生命中，你忽然发现，上帝要甲你讲话。兄弟姊妹，上好的方法就是安静听。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伫今仔这个时代，太侪时阵是因为咱无够安静。智慧甲真理早就已经为着咱准备，但是因为你无够个安静，你青讲，你无愿意听，你无愿意看，抵到咱真侪时阵听无到上帝。所以听你姊妹，你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甲你讲，上帝通过传牧师甲恁讲，我要伫恁的生命中间，互你蓦然发现，亲像摩西伫迄个山头顶间看到灯火燃烧的荆棘。林清田牧师要离开的时候，我过头甲我问讲：“啊，迄是什么？在地板上那一个是什么东西？”伊真礼貌，佮甲我问讲：“迄是什么？”我就甲伊解释讲：“迄是长老教会的图腾。”啊，伊甲我讲：“哦，原来这段教会遐尼久啊！1932年，有一日咱会离开，但是咱的子孙伫遮，你相信无？有一日咱会离开，上帝还阁继续伫这个所在。”愿天父上帝，伊毋是安尼彩绘玻璃，伊是一个互人的心受感动的圣心。伫耶稣的身躯顶悬，伫圣心的内底，伫基督徒的身躯顶悬，伫教会，拢应该爱互人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气息。兄弟姊妹，奉耶稣的名祝福恁，你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气息。也愿恁伫耶稣的身躯顶悬，闻到一种深深的吸引。愿主耶稣甲恁三合伫地，互恁的心忽然开，互恁的目睭忽然开，因对心中讲：哦，原来是主耶稣，各位主耶稣伫咱的中间。所以听你姊妹，最后一项我要甲咱讲：圣洁是美丽尊贵的。对今仔开始卖做小丑，对今仔卖做花旦，卖做靠弹，演歌戏有无同款的角色。我的长辈甲我讲，巧巧人扮仙加仙，扮弹加弹。哦，这老辈咧讲话，句句真正有意思呢。扮小生就是小生，扮花旦就是花旦。因为你伫这个歌戏的舞台顶。无同款的角色，扮演无同款的人生。那熬的演员扮什么就叫做什么。兄弟姊妹，咱是上帝宝贝的演员，伊的家己，伫世间中间演一部戏，互你的亲人甲你的厝边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荣耀、迄领白衫、圣洁的白衫，美丽个漂亮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。圣洁有三项代志。第一，圣洁是上帝的本性。一个基督徒若无上帝的灵，一个基督徒若无上帝的本性，一个基督徒无有任何的味，甚至有可能有臭味，都是尸体腐烂的迄种的味。所以基督徒的圣洁是来自于上帝自己。
兄弟姊妹，你要常常花你的手祈祷，唔是花手，花你的心。主求你的圣心就我的心，主求你来踮伫我的生命中，主你伫我的心头，你做主意，主你掌管我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圣洁的源头是上帝，都亲像日头若出，宇宙就发光。上帝就是这个圣洁的本性的上帝，伊的手有各种对天而来的福气，伊的手有伊各种美丽的本性，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今仔日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懂得祷告。你若感觉迄个圣经内底所讲的重点，迄个英文，你若有较无，你也甲上帝讲。主啊，这是我所需要。愿上帝的本性入你的心，入你的家庭。上帝的本性是这个世间无的，世间少有，世间罕见。上帝尊贵、美丽、圣洁、清气，是这个世间所有的人少见的。唯有等候的人，唯有敬畏的人。独独只有敬畏上帝的人，才会当看到上帝家己圣在、圣在、圣在。愿天父上帝对你显现，将伊的荣光尊贵、圣洁干净，给我做清洁的心，和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兄弟姊妹，要追求，要渴慕，要祷告，求就必给你。兄弟姊妹，咱不是做一种无足轻重的人。今仔牧师几啊该讲的小丑啊，咱的人生中间除了小丑以外，可否有更重要的角色扮演？你甲上帝问讲：主，我来到这个世间，主你爱我做什么？主要甲你讲，我不是要互你伫这个世间互人看好戏。我不是要你伫这世间干那做小丑，我要你伫这世间代表我，请注意听，代表我，听这，上帝甲摩西讲，去，我要互你伫法老王的面前代表我。今日上帝敢袂甲咱讲，我要互恁伫世间，伫恁的亲人，伫恁的朋友中间代表我，是绝对是安尼甲咱讲。对，今仔日开始，咱有一个新的角色，不是小丑，是基督徒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基督徒是代表圣洁，就是基督徒的身份呐。兄弟姊妹，你无论到什么所在，你的朋友要用较悬的标准要求你，是你看得别人这样子抬举你啦。别人有一时那个笑，不是在跟你笑，其实是在抬举你。讲基督徒应该这样子做吗？其实在抬举你，因为因感觉基督徒应该跟阮家的世俗人无同款的。兄弟姊妹，你的睡觉的床铺，你吃饭的餐桌，你的郊游的场所，你任何的空间都会不一样。你愿意吗？让你的生命是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。因为在任何一个空间时间，床不能随便上的了，对吧？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饭不能随便吃的。有的人真爱一种落地招待、免费招待。兄弟姊妹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愿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咱做一个基督徒。上帝灵在咱的内底，上帝给咱一个身份，因讲你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圣洁的祭司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甲上帝讲阿们。主，以前我糊涂，以前我无注意，以前我无定睛，对今日开始，我要做一个定睛的人，我要认真过，甲你做伙生活的生活，我要认真过，甲你生活的生活。我不是跟别人生活做伙，我伫教会内底，不是跟我教会兄弟姊妹生活做伙。我来到这个教会，最主要的生活是要跟上帝生活做伙。上帝才是主角，上帝才是教会的主体。
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恁就圣洁，因为恁的天父上帝是圣洁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圣洁伫旧约的圣经叫做卡多西，伫新约的圣经希腊语叫做哈基奥斯。这两个字拄则无需要解说，无论是希伯来语、希腊语，伊拢总解说就是分别为圣。咱的人生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自从咱决定要信耶稣，对伊刚开始，咱就是基督徒。自从咱要决定信上帝，对迄刚开始，咱就是天公仔囝。兄弟姊妹，圣道世俗人，不是咱咧批评外口遐人，咱看不起别人，不是。真侪基督徒并无比亚乡的搁较会当互人学乐。甚至有人讲，人是基督徒是安尼，阮开就去信耶稣，这是负面教材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，求你的圣神教示我，互我知影，我伫什么种的代志顶悬应该要分别为圣，清气上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。所以圣洁的意思有这几项，上少这4项。第一是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伫所有的产品的中间特别拣出来。那像咧拣苹果、咧拣山影、咧拣芭乐，种植的人知影讲，这粒一定是上好的、最顶级的。所以最顶级的包装，以卖的是最顶级的价位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是受选出来。第二，伊是属上帝，伊到上帝的圣灵伊的本性。第三，上帝一切美善伊的良善，道德的赞助真假，但是上帝的良善高过于所有文化社会咧讲的道德观念。所以上帝灵伫人的内底时阵，人伊就袂去问讲圣经安怎规定，伊会问讲：我既然一个属上帝啊，我敢会使安尼做？该不该？伊会伫内底家己自然产生一种的标准啊，答案，迄叫做价值观。愿圣灵与大家同在，好吗？愿圣灵与你们同在。你每一个人伫圣经的内底，你有这种圣洁的标准、圣洁的答案。好，愿大家带着圣洁的生命的记号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底，对咱一生到一生的路陪。咱带着上帝圣洁的记号，无论咱行到什么所在，咱的边仔的人，他心里面有一种好奇，有一种吸引力。就亲像拄则牧师咧讲，耶稣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、真特别的香味，迄个气质。愿主耶稣基督的香味甲气质，踮伫咱中间，互人看到咱，就亲像看到主耶稣。你愿意吗？愿咱甲上帝讲，主，我愿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凡虽然真世俗化，至圣的上帝，但是阮确保过一摆得到救恩，得到清气，阮会当亲像你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无能为力，阮也袂堪得，但是我靠你会听。阮大胆对你恳求讲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带阮脱离这个黑暗的世代；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收拾阮新天新地新的活命，有的代志拢真侪过去。主收拾主耶稣基督给我的灵，就是圣神，甲阮每一个受你疼痛的囝儿查某囝同在。无一个人例外，大大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生命有能力，有上帝你的荣耀，见证上帝你圣洁尊贵的美丽。主，这是阮心所愿、嘴所讨，愿主耶稣你照安尼甲阮成就，奉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